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希望大家藉住聖誕節咧可以得到呢個救恩。好嘅。我自己好希望咧呢個聖誕節大家可以好開心，同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齊過呢個聖誕節，因為我覺得朋友同埋屋企人係好緊要㗎，所以我都好想同我媽咪爹哋講聖誕快樂啦，同埋我哥哥咧喺日本聖誕快樂。祝各位聖誕有秘笈，隨時都攞到嘢嚟講，點睇都咁好睇。男人唔在乎，女人唔累人，黐住 Channel J，隨時有禮物。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，yeah！ 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 主耶穌生日快樂！我祝願大家喺聖誕節同你心愛嘅人有一個浪漫、溫馨同埋甜蜜嘅聖誕。大家好，聖誕節又快到喎，咁我相信咧，即係每一年嘅聖誕節，我亦都可能會收到唔同嘅禮物。不過對我嚟講，今年更加開心嘅就係能夠有機會去到以色列，去親身嘅去睇到耶穌昔日出世嘅地方，同埋天使報佳音嘅嗰個地方。即係諗翻天使昔日嘅報佳音嗰種嘅境況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好深嘅一個感受。但願我哋今年喺香港都能夠睇到好多嘅天使，能夠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同你報呢個佳音，讓你有機會認識耶穌，能夠將神嘅愛進入你嘅生命裏邊。願主祝福大家。